放下包袱，讓心靈輕裝前行。有一個福生泉嘅寓言，講咗一個好耐人尋味嘅小哲理。大家好，我係心齋。金錢、聲色、名利呢啲世人追求嘅東西，即使擁有再多，亦唔會感到滿足。佢哋係令人們墮入地獄苦海嘅工具。我哋要厭惡佢哋，拋棄佢哋，只有咁樣先能夠擺脫呢啲東西嘅束縛，自己嘅身心先至能夠自在。人生就好似一場旅行，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嘅旅程係快樂嘅、輕鬆嘅。咁唯一嘅辦法就係放下包袱，丟棄多餘嘅負擔。乜嘢係多餘嘅負擔呢？有啲人為咗輕裝上路，將責任同道義都拎低啦。呢個係一種錯誤嘅取捨。只有嗰啲同當下無關嘅痛苦同埋憂傷，嗰啲我哋再亦用唔到嘅或者多餘嘅財物，先至係負擔。而人嘅職責、人性、正義呢啲，即使有千斤重，亦決唔能夠將佢從肩上卸下。除咗呢啲，人生再冇更重要嘅東西。即使你此刻一無所有，對你嘅人生亦毫無影響。放下也許係會有遺憾，會有傷感，但係卻會讓我哋生活得更加淡定同埋安然。我哋背着理想、感情、責任同埋道義，忙忙碌碌，疲於奔波，不能停止，不敢懈怠，亦唔敢輕言放棄。於是身上嘅包袱越嚟越多，越嚟越重。如果我哋唔適時地放下一啲東西，咁樣最終係會壓得自己身心疲憊、勞累不堪。放下咗，亦就係輕鬆咗。可係喺我哋現實生活裏邊，放不下嘅東西多之又多。有一個福生泉嘅寓言，講咗一個好耐人尋味嘅小哲理。福生係一種中意背東西嘅小蟲子，佢喺路上爬行嘅時候，只要遇到東西，佢總係找過嚟背到身上。佢嘅背好唔光滑，因此東西推上去係唔會散落嘅。東西越背越重，但係佢即使累得爬唔動，亦唔肯拎掉背上嘅東西。有人可憐佢，幫佢去掉背上嘅東西。可係福生只要仲有一點力氣，就會將東西再背上去。佢仲非常中意往高處爬，用盡咗力氣亦唔肯停落嚟，結果經常摔死喺地上。好多人就好似福生一樣，中意將乜嘢都背喺背上。別人無意中講嘅一句壞話，睇佢嘅一個唔太友善嘅眼神，都會壓喺佢嘅心頭，動唔動就翻出嚟體味一番，抱怨一番，痛苦一番。咁樣嘅人生點會快樂呢？常言道，舉得起放得下係舉重，舉得起放不下嘅係負重。生活係無奈，有時佢會逼迫你不得不交出你唔想失去嘅東西。譬如你心愛嘅人決意要離開你，你必須離開中意嘅工作崗位。你以為失去咗佢哋，你嘅人生從此將一無所有，灰暗無光。呢個係因為你冇放下。放下唔等於放棄，放下亦唔係意味住失去。放下意味住你嘅人生將重新開始。放下昨日嘅感情，意味住我哋將獲得另一段更為真摯嘅感情。放下昨天嘅事業，
意味住你將重新開始另一份更適合你嘅事業。明明已經唔快樂，點解唔放下呢？因為貪心嘅本性使然，因為害怕放下就一無所有，因為你曾經為之付出太多嘅努力。但係無論邊種原因，如果你意識到你已經唔適合再背負住呢啲東西，甚至你嘅身體已經向你發出警告嘅時候，再唔放下就晚啦。有人講：我點解要放下呢？感情係我用好多時間付出爭取嚟㗎，錢係我用汗水賺嚟㗎。呢一切嘅一切都來之不易。可係如果佢哋已經讓你感到身心疲累、喘不過氣嘅時候，你覺得咁樣得之不易嘅東西對你嚟講仲有幸福可言嗎？如果冇，點解唔放下呢？就好似一堆發霉嘅食物，就算係從天上摘落嚟嘅蟠桃，你亦得將佢掉落垃圾桶裏邊。再好嘅東西，如果已經壓得你喘不過氣嚟，亦不過是一堆垃圾。放下吧，放下昨天嘅榮譽，昨天嘅痛苦，昨天嘅成功。多謝收看，祝一切順利。點讚、收藏、按小鈴、訂閱全部分享。拜拜。